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8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指挥中心宣布讲，11月初2过后，无人坐台的8大行业会当大声开放。另外，亲像这个高铁代替游览车也开放正式。行政院定案军公告要调4%的薪水，这是25年来爬数上界悬的。也有学者烦恼讲，硬要起薪水会造成物价起价。有民众去翕到旧山岛一个称刘洪恩，学者怀疑是甲地动有关系。不过气象局表示，这是卡喊的听。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任何的本土病例，不过有增加6个带病入境。这其中也包含着中英航空的美国机师，伊的感染源目前正在调查。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入境界时间延长到11月15。不过，一寡防疫政策有放令，亲像是集会人数限制，也有 KTV、浸温泉等等，唔免搁再挂水暗咯。来讲到代替高铁游览车的部分是开放正式，8大行业的部分是分做2阶段带条件开放。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自8无增加本土，也无死亡个案，不过增加6例境外移入病例，有3人是突破性感染，其中中型航空美国籍机师做过2期 BNT 疫苗，为美国派回登来台湾居家检疫5天，期盼采检才确诊。指挥中心研判，真可能伫外站航程做着感染，会做基因定序。推测应该是刚刚感染不久，那他的这个抗体的检验结果也刚出来，就是感染所产生的这个 N 抗体的话，目前仍然是阴性，就表示说应该是急性期的一个感染。考虑国内疫情转好而且稳定，指挥中心宣布疫情第2级警戒为11月初2开始延长到15。不过部分防疫政策放令，比如取消集会活动人数上限、基本展演、体育活动、国家公园、游乐区等室外人数无个限制。高铁代替车厢、公路客运、游览车、国内航班、电影院、KTV 等场所，应暂时摕喙罨落来食物件。不过出外游玩爱挂喙罨，除非是唱歌、浸冷泉、温泉、三温暖等，应暂时免挂喙罨。但免戴口罩。但应随身携带或准备口罩。如本身有相关的症状，不特定的对象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仍应戴口罩。8大行业是分2阶段有条件开放，11月初2开始，无陪人的业者爱落实实验制、防体粉，人员至少爱做1剂疫苗，而且满14天，佮经过地方政府核准，而且复业了后无做疫苗的人，每礼拜爱快筛1摆，各客入场也爱提供1剂疫苗证明，而且满14天。有陪人服务的业者是为11月16开始，只要合法而且符合防疫规定，就应重新开放营业。这种怎么样？人与跟人连接比较多的场合里面，对疫苗的要求我们会相对的严格。但市长强调，11月疫苗应该有高度满足期，希望应承诺就有登记或者是第2期需求的民众，了后佮看情形调整疫苗政策。疫苗注射了后，死亡通报增加7例 ，AZ 4例，莫德纳2例，高端有1例。死因是不是甲疫苗有关系？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注疫苗问题，讲到武汉肺炎疫苗第12期的第2阶段，今仔日开始注入，而且也是目前规模上大、上界复杂的注射方案。伫台北市的华博注射站是有甲民众做分流，同好要注一个 AZ 加注 BNT 的民众都会当来注，一天会当注到13000人。另外，民间所买的 BNT 疫苗，今透早搁再送90万人到位咯。目前咱国内疫苗注射率也已经超过7成了。第9批 BNT 疫苗来啊，由鸿海英灵、台积电、资济等民间企业机构共同管的 BNT 疫苗，礼拜4自8透早6点外，由华航运到桃园机场。这批疫苗总共有90.11万剂。指挥中心表示，29也有另外一批 BNT 疫苗到台湾。施打疫苗的民众 ，A 粒请往左边走 ，BNT 往右。第12期第2阶段注疫苗也是史上规模上大的方案，为自8开始，台北市华博公园注射站自的量能全开，采取入口分流，同时注 AZ 加 BNT 疫苗，一天上大注射量能应付1.3万多剂。周遭的同事都没打到，对啊，其实就刚好这次有 BNT 就赶快来打一打，这样子才会对自己比较有保障。对啊，而且就是如果疫苗率提升，那个重症，那个打疫苗重症也不太会有重症。
国内疫苗第一期注射率200已经有7成，第二期也有3成。不过10月全球防疫论成排行，台湾煞为原本的42名降到47名，加做倒头算第7。尤其台湾伫航班载客能力、加注射疫苗旅客自由度表现较歹。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无奈表示，这份调查要求甲台湾国情无符合，才会造成安尼结果。他的那样的一个要求，跟我们现在的国情不符了。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就是在境内里面在我们国家里面尽量做开放，让经济能够复苏。那在保护这样的一个复苏的前提里面，那边境里面我们暂时就严监管。但是中强调，目前国内尽量开放，互经济转好。在这前提之下，边境暂时监管，但疫苗注射率搁提升，而且4个年代国家疫情相对降低，对应讨论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一位华航技师一直咧厝内面找公司，长期技师职业工会也讲到，这位技师在生进前有一直咧埋怨，伊埋怨讲一直出勤，回来我检疫感觉真忝，感觉讲规个人拢去互工会绑掉咧。工会今仔日就发起黄带的悼念活动，也希望指挥中心就要看重机组人员因的心理甲身躯的健康。机组人员辛苦了，机组人员辛苦了。技术工会干部伫检疫旅馆楼下替检票当中的技术员加油。工会发起伫国内技术员住3间检疫旅馆窗仔外挂黄带，来悼念进前雄雄过身的华航外籍技师。工会指出，这名外籍技师疫情以来循环派背检疫，非常的忝，也常常烦恼无法度照顾囡仔。安尼情形其实真侪技术员拢共款。生前他也跟其他的同仁透露了，其实在这个一直持续超过1年半以上的执勤跟检疫的连续派飞的当中，其实他已经感到身心俱疲。如果说只是1-2个月的时间，组员都可以承受，但是我们从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年半以上的时间，而且疫情的一个状况还没有尽头。技术工会表示，检疫期间派飞的状况常常看到，可能长班在落地，加住检疫旅馆隔工就搁被派飞。工会提出2大诉求：第一是检疫期间袂用派飞；第二是每个月有3天完整休困，保护受生活。就弄成一个检疫专区，比方说这里面通通都是必须来检疫的人，那他在这个专区里面，他还是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情，比方说他可以散步、运动一下，或者甚至游个泳。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在。那居检时候的派飞了就会衍生到我们现在是要派飞的时候，先要做那个快筛，用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过滤掉一些情形。民航局发表声明，对工会诉求，高检期间无要派飞，每个月至少休困3天才期待。民航局会配合指挥中心，继续甲航空公司、甲机组员协调，希望应找到兼顾机组员身心健康、飞安防疫的方案。也表示，针对最近不幸过身的技师，地事原因爱去调查，希望各界尊重死者，佮考虑家属心情，唔通佮一直讲。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共的解放军拢有伫咧演练，讲要安怎甲东沙岛拍落来。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特别强调，伊有指示驻守伫咧岛上的官兵，着爱甲岛屿共存亡。另外，美国智库的报告也讲，咱台湾着爱亲像毒鴿仔共款，爱提出战略，互中国拿准来侵略台湾的时阵，爱因付出正大代价。邱国正也强调讲，这个部分会加强训练咱的国军。美国关心两岸议题，尤其强军无放弃武力犯台，一直无期武力夺取东沙、南沙，引起关心。国防部长邱国正2月9日欢迎备询，朝野立委一直问国军防卫东沙、南沙的决心。邱国正是强调，有一再指示驻岛官兵爱甲岛当生死。现在美国人都非常担心共军会攻打东沙或者南沙，你担不担心？我担心每一个中共的举动对我们不利的举动，我都担忧。我们的防卫的概念是怎么样？有没有信心防卫得起来呢？我们每一次对这个外岛回来官兵同仁或者是视讯会议，我都一再鼓舞他们，一定要与岛共存亡，因为国死则国生。我讲你要活的话，这国家就很麻烦。
因为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一份中国武力夺取东沙岛的分析报告，提出毒甲仔战略，强调身躯有极毒的毒箭甲仔，领食的人掠着牺牲家己，会当互对方中毒受伤，保全同类。若是应用伫战略方面，若做敌人有这个企图，可能会受到真大的伤害。这原来有吓惊敌方的效应，用来警告中国，若是发生局部侵略行动，会伫军事、经济也甲政治这方面付出真大的代价。如果采取这种攻占小岛，或者是说封锁台湾的方法，等于是把这整个时间拉长了，让其他国家更有时间来加入这个就是协防台湾的一个联合行动。警告中国，就是如果把台湾的离岛拿下来，那台湾可能就会在法理上会获得国际间更多的承认跟支持，这对北京反而是不利的。专家认为，战略方面，强军一直想要快进快闪，局部侵略行动显然对中国不利。这个报告也点出，若做中国夺取东沙岛，美国会当有效反制，无引发美中战争这个选项无济。专家建议，美台应该都要结合日本这个国家，建立吓警力量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定案，军公告要调薪水调4%，是这25年来调的趴数上界悬的一届。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做伙来呼吁企业，就要做伙来调薪水。不过，上总的理事长表示，唔是所有产业拢有趁钱，甚至有一寡行业也是要靠政府来给纾困。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讲，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今年9月已经超过了，若准汽油搁再起价，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若准是政府硬要起薪水，成本会增加伫商品的价钱顶头，通货膨胀的几率是大大增加。行政院28确定，明年军公告调薪案1月初开始调薪幅度4%。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民间企业也会当同齐调薪，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调薪了，这一次我们调4%，所以我也拜托民间企业也把经济成果跟员工共享。2022年，军公告调薪4%，现职军公告人员82万人会得到这个好处，退休人员至少52万人，所需要经费是314亿。这原来是1996年加薪5%了后，后续几年调薪幅度拢是3%。2022年调薪4%，这是25年来调幅上悬的一届。若是企业是不是做伙调薪的？上总理事长柯树波是讲，若是也需要纾困的产业，要调薪的机会无大。有一些观光产业很多的伴手礼或者很多的餐饮、很多的住宿，可能这一块还是很难复苏。我们开放以后，才有可能把它复苏上来。虽然军公告带头加薪，不过国内通膨压力其实未小。观察最近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已经超过代表通膨境界达到2%，9月已经来到2.63%。另外，反映厂商进货成本的 WPI， 也就是吨收物价指数，也一直成长。9月份年起伏已经挖近12%。学者认为，至少都要加薪3%，才会当抵消这个通膨压力。CPI 的年增率全年来看，有可能是接近2%，调薪的幅度如果能够超过3%，应该是可以应付就是物价上涨的这个状况。油价呢，在近期的未来还是持续走高的话，制造业啊，或者是甚至服务业它的成本就会压力更大。整个通膨的这个压力大概就会有机会升高。油价一直起，进口原料价格拢一直成长。学者是讲，若这个加上调薪，企业增加这个人事成本，恐惊会转到物价顶悬。学者呼吁物价稳定小组，最近一定要上准物价变化，嘛要考虑到汇率，因为目前台币相对较强，进口价格压力比其他国家小，袂当建材业者乌白起价。记者综合报道。对于中国来的双11购物节，咱台湾也是同款热扑扑。这时间一到，大家是拼死命伫网络顶头买物件，到时阵物流业者便利商店的人员是搁爱加班咯。运输业的工会表示讲，有一寡货运公司甲送件的奖金甲加班费是白做伙，有一寡司机认为讲加送件并无加赚，上届希望的就是增加卡手来斗送费。拍开手机也是电脑，只要简单的动手镜头啊，唔免出门就会当买物件，而且到货时间也哪紧。尤其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了后，各电商平台的大量订单也致使物流货运业者的工作量增加。即马年度电商城市双11促销活动将要来临，货运司机搁爱辛苦啊！在疫情之下，其实反而是获利的产业。
一方面是应该要把这些利润回馈于基层劳工，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尽快的去补足人力。对于我们货运业来说，是补足一些应有的设备，物质上的设备，像是冷库啦，像是车辆啊，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去缓解这个爆发的货量，以及去让劳工能够有适当的休息。工会表示，疫情高峰时，货运业每人逐工的送货量是还未升级3级前的1至2倍。长时间处理过劳的高压环境，虽然有物流业者讲保障薪水，不过实际上却是将加班费甲送加奖金包做伙，根本感觉袂到，因为加班加领着的钱，所以也是希望伫双11战场来临前会当补足人力。仓库的方面，在车队的方面，还有在其他的客服的部分，全部都有做了一些的配合，希望今年会很顺利。或医院让我们工作者就是超时工作，或者是甚至产生疲劳，那业者都要负我们治安法跟劳基法的这个相关的责任。但查到严重违反规定，当然会严罚。劳动部职安署表示，企业伫经营发展的同时，本来就应该做人力补充，而且当年拢有针对货运业者做专案检查。若讲双11这段期间，货运业的劳工有一寡来进行申诉，也将会做具体个案检查，来确保工作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今日正式宣布单笔为罢免案通过，台中第2选区的补选会伫明年1月7号来举行。民进党的部分准备要派出前立委林静琪来选这区，详细结果就要听候党中央的宣布。被罢免成功了后，即便是台湾基进党立委陈柏惟，最后一摆到立法院质询，伊发表结业报告，讲近来对各项的相关建议，最后也向捌得罪过的官员回实例。但不管我人在什么地方，我是什么身份，我都会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最后，我想向被我质询过的官员讲一声系列，我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有时候说话比较冲，比较大声，但都是希望台湾更好。陈柏惟被罢免了后，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要补选，基进党是不是要搁出战，也无定案。民进党也积极备战。中执会通过补选提名征调办法，台中市议员张家安表示有意愿。前立委林静琪这次已经将户籍刷到台中5级区。我本来就没有考虑过选举啊，我是有去迁户籍，因为党中央跟我说，希望我先迁户籍，等他们评估是不是有这个需求。民进党台中市党部正式确定由林静琪参加补选。最近党中央就公布，国民党补选人选严家兄妹严宽恒、严地敏拢被点名，中市选区会正做拿着对局的态势。而且面临罢免危机的是无党籍立委林昌祖，目前台北市选委会已经在查对连署名册。你说我吗？因为我不会被罢免，所以我不担心啊。中选会自备审查陈柏惟罢免案投票结果，也正式宣布罢免案通过。外界也在关心，是不是会到12月18公投合并选举？中选会表示，台中第2选区补选会在明年1月7号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反对内地海草大重新启动核四厂，也有公投北大选这4个公投案，会伫咧12月18进行投票。民进党头一场的宣讲10月30会伫桃园举办，本地是要举办伫咧中央大学，不过国民党也批评因讲政治是袂当入去校园的，落尾这个活动的地点该对桃园的三民运动公园。也在年底4大公投，民进党30日桃园开始头一场公投说明会，由总统蔡英文加行政院长苏贞昌领军代表力赢决心。只不过原本地点选伫中央大学举办，互国民党批评民进党过去化政党提出校园执政了后却双标。民进党立委以报名人数伤济为由，该地点伫桃园三民公园的户外抗跨场地。中央大学立委也正式收到主办单位撤回申请。比如说用文化协会啦。用这些名义去借，然后办政治相关的活动，这个例子打开以后，难道民进党还要双标吗？别人不行，只有他们行吗？国民党把它当作阁揆保卫战的话，那执政党你也只能被动应应嘛。譬如说
菜市场啦，然后闹区啦、商家啦，然后来请选民出来投票。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地面作战的部队。台湾基政治会陈柏惟防罢免，国民党拍算要继续鼓励目标向准四大公投，也好令也严重对台，甚至强调是国会保卫战。立委郑文彬讲，说明会头一场伫桃园举办有2大指标，除了桃园市，民进党伫北台湾人口上侪执政县市，全台企业超过部署伫桃园市场，政府推动人员转型，爱甲在地企业民众面对面座谈。有100场的说明会，社会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对象，那就是用这样的说明会都会去做一个说明，各种形式哦，然后呢跟民众哦来沟通哦，来宣传哦。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先前就已经一直在做了哦，那只不过接下来我们会更有系统性。离公投从无到2个月，民进党时间真迫，抗战着在同齐，将伫各地举办8场的说明会。国民党也要办理演讲、3插专题会。党主席朱立伦从宣誓启动1218场公投加讲，11月起返来伫大型团工车将为党中央出发，为屏东开始一路往北，争取民意支持，包括工课生、着小康等人拢会到场助阵。哪了决战公投，拢爱推出悬投票率。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宜兰有民众翕到龟山岛伫咧种流红烟，也讲到这个景致已经有真久的时间唔捌看到咯。敢是因为礼拜地动有关系呢？就学者认为讲这是地动要来的警示，不过气象局表示讲这只是巧合之一。哇，很久没看到了，哦，你看这个量就很大。大量白烟一直为龟山岛头前喷出来，空气当中充满硫磺味。宜兰上海岸业者自白早起去龟山岛，发现16年来毋捌出现过喷气量这么大的孤岛红烟。因亲目睭看到龟山北景之一的游客甲业者拢感觉真兴奋。中头过后，烟量就减少了。今年3月份有发生过一次海底温泉，有地共冒烟，但是很小，这次比较壮观。大自然的东西哈，本来就是啦，哪天要发生什么情形都不知道啦。龟山岛下口有盐井库，主要成分是自氧化硫甲硫化氢，只要小块出现扰动，就会有气体喷出来，量少会被海水吸收，海水变白，量多就会喷出地表。这是毋是甲日时宜兰发生规模6.5甲5.4强烈地震有关系呢？有学者认为有关系，有学者表示因果关系真歹去判断。我们也不得不要小心哈，这种大地震，这种末代地震哈，这都对我们是一个警讯。不见得跟地震有关，到底地震会不会对岩浆库产生扰动，继而那个引发它的喷发？我只能说到目前都没有确定，这个还没有一个验证。不过理论上是可能的。两个学者共款的看法是，民众免惊吓，这到底是一时发生，也是显示严重类相关的现象，拢爱透过长期监测才能掌握。气象局认为，地震过后发生孤岛红烟是时间的巧合，目前无观测到无正常的火山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也烧出旧大楼的问题。伫咧高雄爱河边的真爱河滨商城，是已经起超过40年的旧厝啊，嘛是问题了了，甚至也有海山厝的记录。目前住伫遐的客家有超过8成，拢希望讲会当来自办途径，也希望政府来甲因斗相共。大片的天棚落伫涂骹，条的阿门头嘛拢落落来，看到更近。规个地下室看起来敢若废弃啊共款。高雄爱河边的仁爱河滨商城是大约40栋，而且防认定内政都有问题，围绕社区，大部分都老的客户是经济弱势，就惊喺厝堆一工会崩落来。惊伊落落去啊！电话绑架崩落。对啊，不能拖，因为拖下去哈，到底那个，因为现在我最怕的就是一般的那个天花板掉落的问题，因为已经发生好多了。里长表示，社区249户内底已经有223户愿意自办途径，超过法定的8成途径同意户数。市府嘛伫4月介入辅导社区成立途径会，但里长甲居民看到结果歹了真严重的厝，加上社区部分有海沙污的疑虑，拢希望途径的进度会使得加紧。没有办法去一个完整的组织嘛，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都更会的计划，我们都要去帮他协助去做这样的一个相应这种申请补助，啊，那整个的这个河滨商城的一个所有的都更，我们市政府会用
最大的力度去做协助他们把这个都更做好。都发局表示，虽然社区都更意愿真悬，但市府业9号会派人勘查厝的结果，若确认有危险无堪的使用，会启动训练都更。强制执行，加紧都更的进度。估计这个社区上紧明年会使开始都更的计划，成为高雄围绕社区都更的指标之一。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伫咧新北市的中和，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停车位的问题，甲社区的主委去冤仇，涉嫌去到别人的水塔，甲人下鸟饲药啊！这监视器翕到伊犯案的过程，嫌犯竟然背回讲，只是想要甲主委创治尔，佮正讲毋是放鸟饲药啊，是放肥料，尾仔也是甲移送法办去互检方起诉。穿短裤的查甫人正熟手挂手笼，手提保特盘来到楼尾顶的铁厝，敢若亲像早就穿好势啊！伊来到这个楼尾顶的水塔，扫落去，甲保特盘内底的物件，甲吸入去水塔内底。只是讲这一幕拄好去互姓杨主委因看守看到，伊从紧的通知因翁上楼来抓人。等于是长期在喝那个水，我们的水龙头每个转开都是绿色跟蓝色的那种塑胶微粒的，还造成我公公和我老公就是身体会发痒。主委家属谣疑讲，对方毋是第一遍来下手，因为这半年来，因厝内水质拢常常出现过样，拢会起落。原本是想讲，这应该是水塔爱加甲洗几遍啦。不过伫咧内底煞发现讲有真侪即落垃圾物件，尾仔伊有去通报警方来甲搜证送检验。才发现讲，这个残留物内底有鸟鼠药的成分，尾也如何甲水塔甲锁起来，佮加装监视器。这边这个嫌疑犯是贼醒该自败，当场去互人绑起来。同性犯嫌对于这个社区公共设施的问题，所以对杨姓的被害人心生不满，使装有不明物体的保特瓶朝被害人家中所使用的水塔倒入。检察官是认为，第一次的行为是构成投放毒物自来水池罪那这次是既遂的。代志就发生伫个新北中和7大大楼，警方表示嫌疑员讲，希望伫个家己厝的这个平面车位，甲改做机械车位，不过去互主委和管委会甲拒绝，才会安尼心生不满，想讲要来甲报复。伊阁甲检方表示讲，伊是咧做算尔。内底是甲放肥料，无甲放即款偷鸟鼠的鸟鼠药啊。不过检方唔相信，嘛是共款甲照妨碍公众饮水罪，甲伊起诉。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个全世界的消息。厄瓜多总统拉索日前宣布要取消汽油慢慢起价计划，决定一声就要起到真邦，反映国际油价成本。民众是真不满，有上千人上街头抗议，甚至和警方发生冲突。真侪起警出来想要赶走人群，搁向因射催泪弹。厄瓜多各地几6000的民众而且上街路抗议保守派总统拉索，大幅度调关石油计价，互因无法度负担。Tenemos fletes bajos. ¿Qué hacemos nosotros? Trabajamos lo más a pérdida. Y nuestro sector es el más golpeado de todo el mundo. Esa es la realidad, caballero. No estamos de acuerdo que las medidas económicas que se están implementando descarguen la crisis sobre los hombros de los trabajadores y la clase media del país. 本身是银行家出来的拉索，今年5月才拄啊上任，顶礼拜伊宣布取消原本要一步一步慢慢起价的油价计划，即群都甲油价起到底，要来反映国际油价成本的增加。汽油起价每加仑2.55美金，柴油是起价每加仑1.9美金。这互包含原住民团体在内组织真不满，因着用土甲树做路障，甲受到指导的另外道路拢封起来，表示抗议。Una vez más al diálogo, a los consensos, a pensar en el bien del país, no en intereses personales, partidistas o gremiales. 路透社报道，至少有37个人因为泄露奖去互人逮捕，5个员警伫执勤的时阵受伤。厄瓜多原住民联盟表示，有一寡抗议的民众受伤，不过因无互人确实的数字。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伫咧日本有一间无人机的新创企业，或者 ALI， 因进前所建发的飞天奥多巴近日开始进行实验，而且也开始放互人客来注文。按算伫明年顶半年下飞200台出去，而且一台爱新台票1900万。另外，伫德国的新创企业也伫咧意大利的达文西机场展示一台空中计程车，按算2024年会用空中计程车甲旅客载入去市区。 引擎声搭到规个运动场拢听会到，这是日本无人机新创企业 ALI 所研发出来的飞天机车。这款机车重300公斤，利用传统的引擎4个扑拉配浮伫空中，因飞到3公尺高，用时速100公里的速度飞40分钟。これまで、地上で移動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と、あとはそのすごく大掛かりに空を移動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しかなかったところに、新しいその移動の方法として浮上して走行するみたいなところっていうのを新しい移動の方法として提供していけ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ALI 希望这款机车除了会当做交通工具，嘛会当用伫海洋救援工作。目前机车会伫2022年的顶半年用68万美金，差不多1900万台票，限量销售200台。这个月26开始就开放预售，希望吸引跑车的消费者。不过受到日本的法律限制，飞天机车要真正上路，搁要等待修法。 除了飞天机车，德国新创公司 Volocopter 进前伫意大利罗马达文西机场展出空中客停车，希望伫2024年会当用这款交通工具为机场送乘客去市区。 150 euros may be a reasonable price, which should be sustainable in order to cover costs for this service, and also to be certainly a great value for money, because of course the connection will be very swift. The time for connection will be probably 15 minutes, maybe a bit more, but of course much less than what you will do with a normal taxi. 这款空中客停车看起来像细只直升机，会当同时阵载2名乘客。车辆以9个会当充电的电池，供电予18个引擎。伫运作的时阵，比真正的直升机更加掂4倍。因为欧洲主管机关有希望伫2024年开放予空中客停车上路，未来为机场飞入去市区，绝袂阁是梦想。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 美国国务院伫27宣布发行有史以来头一本无写是查甫或者是查某的无性别护照，互外界认为讲是性别平权真重要的突破。 看性别维权人士达纳奇姆换新护照，性别注记是 X。今年63岁，伊讲这是伊的人权，毋是一种议题。过去6年，伊伫联邦法院走撞，伊手头所写字的永不放弃，随时提醒家己爱坚持落去。This is my passport, which I got this morning. It's the first U.S. passport with the X marker, which is over here. It's kind of unbelievable that I got the first one. I worked a long time to get this one. 美国国务院27表示，全美国头一本性别注记是 X 的护照已经核发，了是男女以外第3种性别符号，意思是未指定。奇姆也证实，这本护照是伊的。伊出世的时阵生理性别无正常，互人当作是男性来饲养，也当过几届手术，啊，毋过拢无法度互伊看起来，都亲像一个查甫人的款。奇姆捌以男性的身份伫海军做兵，伫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工作的时阵，发现家己是双性别，也因为护照的性别注记，可以出国有问题。Many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seen themselves as leaders. LGBTIQ issues really have been leaders when it has come to same-sex marriage and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but they really haven't been leaders on trans issues. So I'm hoping that this will be a challenge to them. 国务卿布林肯捌伫今年6月宣布，美国会是伫加拿大、德国、澳洲也甲印度等真济国了后，护照性别注记有 X 的国家。这原来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认可的性别注记之一。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法国政府和英国的剑桥大学伫即礼拜，甲100多年前殖民时代对西非国家摕来宝物全部倾倒转去，希望会当协助到非洲的少年人走出认同的时阵，也会当改善甲英国殖民地关系。 伫
在冲班节奏非洲风情的鼓声当中，英国甲奈及利亚双方代表签署文件，将这加工造型的铜雕由英国献予奈及利亚。为11到19世纪奈及利亚当地出现贝兰帝国，这铜雕是迄时阵上珍贵的文物之一。毋过伫英国殖民期间，互人抢去，经过数百年流浪，即马就要伫最近转去到奈及利亚。这历史上的贝兰帝国，甲即马奈及利亚附近的贝兰共和国完全无关系。贝兰共和国伫法国殖民西非进前，捌建立达和美王朝，前后290多年，一直到1892年，甲法国战争失败，开始60多年的殖民时期。甲奈及利亚同款，贝兰本土差不多9万件珍贵文物，互法国炸去欧洲。敢若即摆展出所在地开普朗利国家博物馆就有7万件。法国总统马克宏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准备有系统行政文物，改善法国地政殖民地形象。Non pas une renationalisation de nos patrimoines ainsi rétrécis à nouveau, mais la possibilité par les restitutions, les coopérations, la circulation des œuvres, que demain des jeunes béninois, des jeunes sénégalaises et sénégalais, des jeunes maliennes et maliens, nigérianes et nigérians puissent avoir accès à une part de leur art, de ce qui a été créé chez eux. 马克宏做法也得到民意支持，法国国会去年就通过当地政府行政来自征殖民地文物。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在去年5月，台中看守所捌发生受刑者拄入去，就去互拍甲头壳内出血，送病院急救的意外。今日阁有一位受刑者的家属出面指控讲，受刑者伫内面好亲像去互人动用私刑。台中看守所是驳回讲是受刑者扬刑发作才会昏倒受伤，目前司法也正在调查。动用私刑，动用私刑，罔顾人权，罔顾人权。20多位细河受刑人的家属伫台中地检署外口有报条抗议，何太太提到陈情书，指出翁婿今年8月20日因为啉酒赛车入狱，隔两天台中看守所就给通知细河受刑人已经从紧急送去急救。就是开刀完，他8月25号他紧急急救嘛，后来他有醒来以后。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老婆，我真的被打了。”我就说很意外，你怎么会被打？你不是好好的进去吗？你不是真的愿意承受这个刑责吗？那你怎么没事会被打呢？他说他也不晓得。细河受刑人是包某工平时啊，甲家人真好斗阵，是厝内唯一的经济来源。家属认为，啉酒赛车犯错，应当爱坐监，也毋过却袂当理解代志过一天而已。好好的人，为安怎着突然受重伤？一度互医生宣判是受不人，民间病院诊断书清楚写明，受刑人有头壳外伤合并颅骨骨折甲颅内出血，随着进行局部颅骨移植减压手术。台中看守所表示，受刑人是因为前发作倒落来受伤，也有吊杠失去互家属看。他之前在我们设防的时候，因为癫痫发作就倒下去了，然后我们就赶快跟他送外医啊，送医院啊。那后来家属有质疑，我们事实上有请家属来我们所里面看那个监视系统的画面，所以他这个部分并没有他所陈述的说什么动用私刑啊，应该没有这种。所方表示，现行受刑人目前伫看守所内静养，病情稳定，也毋加上好人。适合受刑人有忧郁症的病史，搁怀疑开刀了后，所方对接见有刁难，搁一直爱家属办理保外就医，想要闪避责任。何太太已经伫9月测试，前往台中地检署，搁台中看守所所长涉嫌当伤害罪，检方已经受理，将由司法界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丰苑交流道一个西滨公路边，正在进行第76线延伸工程。不过，所有农民出面真正讲，因正咧起一个社区合作社，起到一半，却因为掉路就要拆掉，互人停收起。公路总局表示讲，伫咧进前捌已经甲因讲过咯，讲这有掉路是伫咧车路用地范围内，也希望讲所有权人来沟通，达成共识。农民代表伫建筑物头前有北部条啊，表示要坚持保卫财产权，因为这栋建筑物早起一半，所以因为互人为这个道路用地，会互强制拆除。改变53米，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们房子一直建，把房子都装修好了，公告说我们的房子要拆掉。
理事主席洪新富提出建议，表示2015年透过法院拍卖得到这块土地，2018年陆续得到建设甲使用执照，要做宏远的农产运销点。不过工程做一半才知影讲，是伫个第76线的延伸工程50米宽的道路范围。地主不满的表示，若做道路规划伫2018年1月就确定，是安怎公所搁核发执照？我们现在是合法的建物啊，那我要是不合法的建物，我早就已经被他拆了。后来他自行再把它拆除到原来我们只许他容许的范围跟建造执照的原来的容许范围，后来他再重新申请容许，然后我们再重新给他执照建造这样。这条第76线延伸工程是以东西向的规划，要串联第61线西滨公路、宏远交流道甲埔盐的交通线。为较悬的所在来看，建筑物后壁50米道路已经完成订修，工程嘛伫进行，就剩这栋建筑物伫道路内。公路总局表示要加强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东石白水湖下水池边的双子沟大排，今早起出现规堆的废弃物。环保局估计一寡粪扫上无有50吨，水利处早起也出动脚踏车，把这粪扫扶起来。而且环保局甲警方除了调一个监视器来看以外，目前也当咧追查废弃物的来源。大排烟花飘着大量粪扫，未少是塑胶粪扫，国家这时废弃物建材因扫不花，也四回拢是粪扫。嘉义东石的双子沟大排甲宝华里边透早红偷倒大量废弃物，因为宝华另外一边就是白水湖大水池，当地村长看到规头块粪扫也差一班有念大水池是气噗噗。你若讲倾倒伫土地上，咱讲较歹听，虽然伊做歹，但是咱要整理的身体还阁好做工课。伊甲你倒伊水底还画伫路面，迄是足恶劣呢。迄干那要等咱整理啊，要顾遐爱偌久，你敢知？怪手一卡一卡将废弃物卡起来，4块有发出恶臭，互村长烦恼废弃物可能有毒，而且其中还有北部某高中的毕业纪念册怀疑粪扫来自外县市。环保局估计废弃物量大约50吨，主要是应用废弃物。参照一般的粪扫判断，可能是拆除提选出来的粪扫，不是有毒废弃物。我们先由这个水利处把这些废弃物从那个水沟里面打捞出来，避免影响水流。那再来呢？我们其实也跟警察局一起合作，我们在积极调阅邻近的这个路口的监视器。环保局甲警方规工也伫现场清查，希望透过废弃物来厘清可能的来源。一旦查获偷盗业者，将以废弃物清理罚处相关5年以下有期徒刑甲150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位小姐，伊伫网络顶头看厝，看到信义区的5星街有一间套房，伊就先纳16000块的定金出去，想袂到纳出去了后，这兔头家说是消失去。警方查到到地，才发现讲嫌犯是竟然共订一个算一来的套房，落尾甲假做是厝头家甲人诈骗。这警方呢，落尾是依诈欺罪，甲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位伫北市信义区5星街一个日租套房，室内相片红铺伫591租厝房，写着月租金8000，经过行情介绍，吸引一名上班女性有约看厝，验过户16000的定金了后，却联络袂到厝主，被害人才发现哄骗啊！调阅现场交出押金、签约的画面，以及透过被害人提供的资讯，迅速掌握杨姓等犯嫌2人。犯嫌证称，因为资金上面的需求，所以出此下策。日租套房普通位大入到退房拢是使用联络锁，厝头家甲厝卡互相无见面。36岁姓杨的主嫌甲32岁姓吴嫌犯，看准日租套房的特性，成功扮演假厝头家，未来民众细厝要安怎辨别对方的身份？以自认为定。厝卡其实有权要求厝头家出示身份证、权证、厝的税单。万一要看厝的，还是签约的是离厝头家，还是中介，也会当请伊出示中介委托书，还是代志经授权书，再来交定金。有些有心人士，他们会想利用就是承租人他们一种就是想要安定的渴望，各种急迫性的状态之下，他们可能就会去，就因为看到不错的物件想要下手，了解像你刊登者身份到底是谁，还有就是不要有看屋金这件事情。人讲的看厝金都是付钱啊，厝头家才愿意开箱，互厝卡看厝。千万基金会提醒，千万莫插。若讲看厝迄当时真正想要付定金，有约保留，也毋通付超过租金的3成，而且爱会记你提收据，万一发生纠纷，会当向消保官申诉。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新竹的竹北市，这几年红婴仔的出生率伫台湾会当讲是占头坎的。调机员接到真侪家长的陈情，讲有一间幼稚园，因毋让学生收超过额，甚至佫传出讲无白老师伫咧带囡仔的问题。新竹县的公幼严重不足，我们很多都是凑不到，所以被迫把小孩子送私幼。可是出事了却求助无门。受到家己的囡仔在幼稚园受到不当管教，家长唔甘咧流目屎。新竹县议员指出，这间幼稚园逐年超收囡仔超过150人，上济有到205人，超收的情形实在有够离谱。去单查他的年龄层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每个年龄层都是超收的状况。那他超收的孩子，他会挂到哪里？他可能挂他的托婴，可能挂到他的别的单位，他3个管去任意的运用。那其实新竹县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私幼，它是一个集团式的在经营。议员讲，县政府若无主动对幼稚园稽查家长检举的事件，电倒头竟然要求家长提出证据，所以决定要对县政府提出告诉。幼儿园的查部分除了我们平常的例行性的公共安全检查及相关的这个评鉴相关的查核之外，我们会加强人力来做这相关的这个不定期的抽查以避免我们的幼儿园有超收的情形县政府回应，针对超收学生的部分，未来加强无定期稽查，若是发现无依照规定，一定会严格处罚，绝对无包庇业者的代志。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台湾上早的城池是伫咧1624年荷兰人伫台南所起的安平古堡，这个所在所起的安平城，有人叫做是王城。2024年台南要来迎接到建城400年，成功大学进行真济王城的考古研究，因最近佫挖出王城西边的外墙甲排水系统，过去历史资料是拢无记录到的，是一个真重要发现。安平古堡边仔，考古人员伫涂骹2公尺的所在，挖到砖仔壁，这是安伫咧涂骹日日加城的遗迹。最大的发现是在机场的城外，找到了这个排水道。台南市文资处委托生态进行日日加城的考古，因头摆看到西城外墙甲房厝的基础，上特别的是，佫有排水道，较早的史料拢无记录。从来没有任何学者或研究者知道说。这个地方有个排水沟，热兰这城是盖在一个沙丘上比较高的地方，照理来讲排水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它还是要排水呢？台南还是会下大雨的。1624年，荷兰人来台，伫即卖安平古堡起日来加城，即卖敢若剩古堡内底这道壁，佫有10几当前挖出来的遗迹。为着台南建城400年，最近2冬，市府甲城大开始日来加城甲附近台湾市镇的调查，因根据这份伫荷兰找到的地质册甲现代地质图特图，描绘出规个城堡的范围。伫石门国小，迄个挖2个所在，嘛有伫检西埕，挖一个所在，其实拢有一寡发现一寡清朝时阵，包括一寡海岸边的一寡构造物的一寡痕迹。负责的刘义昌教授希望把这一段一段的遗迹接起来，了解日兰城城确实的位置，刷落来伫岛边后园，因为这座城是台湾历史发展的关键。我们现在是一个以世界贸易体系作为我们生活条件的国家，那我们是怎么样走入这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呢？那基本上这里是第一步。文资处拄摕到中央505万的经费，打算要伫北边外墙挖落去，继续这个计划调查，让民众更加了解日来城城的历史甲故事。记者陈家文为做台南报道。伫咧1621年元世节，伫咧云林的水拿登陆，今年拄好是满400冬。云林县政府即马伫咧北港糖厂的仓库，也个水拿颜料处故事馆，拢有举办开台400年的展览活动，希望会当带着民众来了解到400冬前台湾的航海历史。导演为的先带领大家一项一项来看400冬前甘肃节来台湾的时阵所使用的物件。云林县政府为着要让民众知影400冬前台湾开台第一章的历史甲人物，28这天正式举办甘肃节特展。我想这个历史定位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开台400年1621大航海时代来开启整个台湾登
立场。用现代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用生命换生命的年代，拿物资换物资，可是它是拿生命在换生命的一个年代。这届甘肃节特点的主要场所有北港灯厂的仓库、水南乡甘肃寮的甘肃节故事馆，搁伫164地方地展示当初驶来台湾的共行船啊。导演魏德成嘛，甲电影的道具结合云林县政府，希望完整呈现400当前的历史。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启动了整个观影，就是开台400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造，所以有这个学者专家的论坛，提供足够就是储存起来这样的一个地标跟一个就是地方的就是相关言论的一个实境。云林县政府表示，除了展览，还有行读表演等等的活动。希望彰显历史的方式，唔能互在地人了解地方历史，嘛会当为内底找到属于家己的在地文化品牌。记者林慧婷，云林报道。布袋戏敢有适合搬现代事件咧？也有歌戏、客家戏、京剧这3种剧种，敢会当合作伙来演出。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的戏曲万工场，今年要发表6出突破传统的作品，让观众看到传统戏剧的实验精神。我无唔甘愿，但是傅君义，我哪有唔甘愿？假是爱找伊。为塔拉克败北事件做发想，讲人生的无常。戏剧万工场内底真快乐掌中剧团这出摆伫演出的时，佮透过镜头，互观众用较侪角度来看表演。观众伊也是用我的镜头去看到布袋戏啊、卡扎片，这个布袋戏感觉是布袋戏，足侪美美角角的物件是观众看袂到的，所以我想讲，那既然是安尼话，那我咱个来做一个，互观众一般看较袂到的所在，互观众看到。这出必有做的最后5秒会看见光、看见暗，也是看见我，甲歌戏、客家戏、京戏做结合，创作新的演出形式。没有任何一出是横空出世，然后呢无中生有，其实呢都是直基于传统的创新跟实验，是要让当代人的心声，或是呢当代人的看法被看见、被了解。戏剧万工场收集6出作品，以传统戏剧做底底，结合古典、现代、西方元素，突破大众对戏剧的认识。11月13到12月19，伫台湾戏剧中心演出。记者郭文耀水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